南投伫個葉熱辦無人機的營隊，有真儕國小學生是攏真有興趣。除了學無人機的原理，閣會當家己來做來操作無人機，閣用無人機來踢骹球，哪算哪學。世界各國攏咧推動無人機的產業，南投8月嘛舉行夏令營，互有興趣想要學無人機，閣無人機骹球的學生來參加。第一步先學安怎做無人機開始。我剛剛這真好耍，因為闖關的時候完成時很有成就感，就是看到自己控制的東西在天上飛。就感覺很有成就感。教練講，囡仔的學習能力較強，真儕囡仔介意耍電動，把手機變做遙控器，而且無人機骹球嘛是做教育部推動的新興運動之一。主辦單位是立委羅美玲辦公室，伊望以實作來出發，讓囡仔會當了解無人機的結構佮原理，嘛望無人機的產業會當成做台灣第2個護國神山。這個在野黨的委員看到無人機不是山就是黨，真正是讓人家非常的這個遺憾呢。我們也希望說，從小讓孩子了解無人機的重要。那我們也期待這個無人機能夠成為台灣的第2個護國神山。先來推廣無人機的骹球，讓囡仔在培養伊的專注力，培養伊的興趣。過來先較大漢的先來操作咱的無人機的時，伊會較熟悉。教練講，現主時無人機已經運用至空協、農業、測量、救災、國防等等的產業，然後囡仔自細漢接觸，一實作當中感覺有興趣，深入探查 AI 科技，嘛會當培養囡仔創造的思維，為國家培養人才。記者研修，南投報道。